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3月26日沙田夜馬共9場嘅泥地賽事，當晚嘅開跑時間係晚上嘅6點45分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跑馬仔有一個指數，呢個指數唔代表越高係越強。指數係代表綜合數據嘅初步預測，大家可以攞嚟參考一下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。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，又例如佢第5次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一場5班1800米，馬膽係4號精明選擇，配搭呢個霍雲星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2，其中有4次係3大熱門。配腳嘅第一匹係1號金絲聖將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第二匹配腳係2號大利好運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未入過籍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7號豐盛多彩、13號滿載歸來。第二場5班1200米，馬膽係8號旋風飛揚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係4號質素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未入過籍。第二匹配腳係9號標之多多，配搭呢個黃寶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同1次第2，其中有4次係3大熱門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7號準確、1號專家。第三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1號論文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同1次第3。第一匹嘅配腳係8號時間寶，配搭呢個班德禮，近期係未入過籍，其中有3次係3大熱門。第二匹配腳係2號有派頭，配搭呢個黃寶妮，近期跑過1次第1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健測精英、10號幸運震撼。第4場5班1200米，馬膽係2號火神神樂，配搭呢個班德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3。配腳嘅第一匹係5號年年勝利，配搭呢個黃寶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，其中有3次係3大熱門。第二隻配腳係6號威力勇氣，配搭呢個田泰安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南區旺、9號龍騰飛翔。第5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4號手錶之星，配搭呢個田泰安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係12號銀翅勇士，配搭呢個班德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3。第二匹配腳係7號陽光寶貝，配搭呢個奧爾文，近期係未入過籍。
三門彩配腳分別係3號贏得自然、8號如有進區。第6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3號天時名區，配搭呢個霍雲星，近期係跑過3次第一同1次第二，其中有3次係3大熱門。第一匹配腳係13號聶境追飛，配搭呢個黃寶嚟，近期係未入過籍。第二匹配腳係6號爆熱，配搭呢個田泰安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三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8號波爾多、12號銀皇輕標。第7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6號星火燎原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跑過1次第一、3次第二，而近5次都係3大熱門。配腳嘅第一匹係11號超越名區，配搭呢個黃寶嚟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三，其中近期有3次係3大熱門。第二匹配腳係2號運來勇士，配搭呢個霍雲星，近期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同1次第三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2號五福星、7號日日獎。第8場3班1650米，馬膽係14號聖意，配搭呢個田泰安，近期係跑過3次第二、1次第三，近5次裏面有4次係3大熱門。第一匹配腳係10號堅闖，配搭呢個班德禮，近期跑過2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第二匹配腳係6號浪漫老窩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二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廣林福將、8號海明神區。第9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8號不心之月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期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同1次第三，近5次裏邊有4次係3大熱門。配腳嘅第一匹係5號蒸蒸日上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二。第二匹腳係10號黃龍飛將，近期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二，近5次裏邊有4次係3大熱門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假面騎士、7號川河洞區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